哈拉巴拉是哈拉巴拉，唔是哈拉巴拉。智慧你的认知是英语的博是读作博咯。那无安怎你会犯这款正低级的错误呢？这是因为你用华北句的思维来就按照音译哈拉巴拉，其实巴珠巴汉是那样巴鲁，拢是用巴代表巴的音，这就完全符合着马来话这个罗桑顿破音的鼻音啦，嘛符合着英语的 before book 迄个鼻音。我用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啦，哈拉巴拉的巴是用波摆麦的波，唔是波白的波，所以你人莫分唔对。若是真正爱会甲纯准你的音译，麻烦你人去找会晓潮州话、泉州话、南福建话、客话、广府话的人来音译，莫逐工拢犯这种的错误，会使无？你来靠 AI 来做这款物件是根本无可能的，因为 AI 根本是用华北语来分析出来的。